后来这个桃园机场的群组感染，包括今仔日在内，总共有42例确诊病例。讲这个新冠疫情也未看到进步，意思是呼吁着民众爱做到3个动作：第一，爱赶紧去做这个第3剂预防射；第二，爱减少着大型社交的活动，像食买鸡、像啉春酒等等，尽量拢卖。第三，也未做预防射的长辈上好，莫甲人群有上侪的这个接触。桃园机场群组感染，拖到今仔日为止有42例本土确诊。有专家讲，社区若出现感染源不明的确诊者，或者是无伫抗疫范围的确诊者，恐惊会予疫情继续扩散。这会变严重，主要就是看有没有隐形的传染源没有被发现到，不知道它病毒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确定确诊病例的话，是最值得担心的。有一些社区的群聚感染，并没有大规模爆发不明传染源的社区感染，不必考虑说要马上进入3级。李炳英认为，防止桃园机场疫情扩大，爱甲相关的接触者隔离14天以上。农历过年要到啊，嘛要防止Omicron病毒。医生呼民众做这3项代志。赶紧去做第3剂疫苗，减少大型社交能量，像买艺等等。也未做疫苗的时段，慢慢去人较侪的所在。嘛讲公共便所伫国外是高风险的传染区。大型活动的话，就是尽量可以避免的话就避免，然后我们要遵守防疫的规定。至于公厕啊那些地方，本来就是间接接触传染的地方，所以其实不只是公厕了，所有大家会接触到的地方，像柜台啊、扶手，你接触到的话一定要注意。专家提醒，做疫苗敢若使达到一定程度的群体免疫，无法度100%消灭病毒。嘛好民众伫庆祝过年的时，嘛要好好遵守防疫规范，避免买着病毒，才会当安心过一个好年。